嗨，分享。走进艺术家吴德亮的客厅，一阵茶香扑鼻而来。环顾室内摆设，琳琅满目的茶叶茶具，像座小型的博物馆。找茶20年，出发点是为了一口气。你总跟你啉茶啉3、4千年。那么可是呢，一个外来的咖啡，在这短短的100年间，就把我们整个打败了。这个我有点不服气。为搭建茶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，吴德亮的茶书逐页问世。眼前这个茶叶标本，一片一页注记详细，是活教材，也是找茶的轨迹。我找茶是很深入的，就是说，除了要采访当地的茶农、茶厂以外，看他整个制茶的过程，我会把他的茶叶带回来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使命也反映在他的每个作品里。艺术家写茶不卖茶，只说的一口好茶经。来，给你喝这个最具客家代表性的一个茶品。你还买给茶？烹风茶。原来烹风茶，原来烹风茶有好多名字，正式学名叫白毫乌龙，因为果香气味浓厚，早年外销英国时受到皇室喜爱，还有个浪漫美名。英国皇室呢又称它为东方美人茶，好美的名字哈，因为它香气浓，而且听说会像东方美人一样，对，像东方的美人一样，在这个水晶杯里面跳舞。吴德亮用写茶找回自己与根的连结。在这茶香飘散的一方空间里，艺术家对文化的钟爱与坚持持续不间断。逢山必有客，逢客必有茶，很简短就道破了客家与茶文化之间的深厚渊源。用茶香寻找一份感动，艺术家无非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，茶累积1000年的能量何等惊人。也係馬雞茶，也係烹風茶，也係馬雞茶，也係烹風茶。